比仔女更細心。營養師為老人定製獨家寵愛方案。跟住鏡頭，打卡老社區營養師嘅一日，神會交班，吹響新一日嘅守護號角，用專業開啟活力。早晨，我哋唔係普通上班族，係長輩們嘅健康指揮官，同廚師長協定下周餐單，提前規劃健康飲食，為長輩嘅餐桌注入新鮮能量，化身許願精靈，為臨終關懷長輩派發心願水果。路上偶遇居民，收集小建議。誰說工作不能像冒險遊戲？健康講師將枯燥科學變成趣味故事，讓長輩們秒懂食出健康嘅秘訣。健康理念從此扎根心田。接到任務，要上門拜訪獨立居民，定製專屬營養小秘方，根據長輩身體狀況俾出貼心指導。呢個唔係看病，係交朋友嘅健康約會，讓每位長輩都感覺被獨家寵愛。到飯點了，積極檢查護理區用餐配餐間，居民冰箱全掃描，守護舌尖安全。我哋比偵探還細心，確保每一餐都營養滿分，加愛心加倍。趁住居民午休，護理工餘舞會，碰撞工作火花，交流心得，職位將服務做到極致。同家屬溝通，聯手制定容顏改善檔案，愛和健康雙向奔赴，讓家屬放心，長輩舒心。呢個先係養老社區嘅幸福密碼。帶長輩還轉三明治 DIY， 邊做邊聊糖尿病食材搭配，健康知識藏喺美食裏，笑聲中學會食對唔累。叮咚，營養評估時間到，通過多維評估和檢測，制定個性化營養方案。多學科團隊共同干預，參加專業條線培訓，提升專業知識儲備，增強實踐能力，更好提供多學科賬戶服務。結束一日時，心裏只得一個聲音：我哋又守護了長輩嘅健康笑。